除咗用嚟去漫遊之外，越嚟越多人轉台去蘇線，因為平均39蚊一個月就有成40的數據同成千分鐘。今次就教大家點轉台，仲會分享補號秘笈。喺轉台之前就要了解用儲值卡同上台有咩分別。上台服務買咗計劃就用到，但儲值卡就唔同，買咗計劃張卡都會失效，卡失效就用唔到服務，連個號碼都會冇咗。正因為卡有效期同有冇買計劃無關，可以齋增值令個號碼有效，有用時再買計劃。蘇線最大弊處係冇熱線電話，要喺網上揾客服都難。有問題可以試下喺面書聯絡。蘇線網站可以幫你定轉台日程表，而家拆解。除咗合約到期日外，仲要知道每個月賬單截數日，可以喺合約到期後第一個截數日轉台。轉台手續就可以喺呢日之前3日申請，但建議預多幾日時間，因為唔成功咁就可以再申請。要轉台，首先要買張蘇線，再完成實名登記，跟住就可以登入賬戶，再喺左下角嘅設定入面揀攜號轉台。撳入去之後，就要求你輸入轉台號碼，再輸入呢個號碼收到嘅一次性密碼，以確保無錯。下一步就要揀喺邊個台轉嚟，同係儲值卡定月費，跟住輸入轉台日期，即係合約到期後第一個截數日，再輸入轉台號碼登記人嘅資料，確認後就會收到短信確認申請。提提你，登記人同蘇線實名登記人唔需要係同一個人。要知道申請狀況，可以喺登入賬戶後見到。喺轉台3日前係可以更改轉台日期，記住喺轉台前1日要登入賬戶睇下轉台會唔會唔成功。如果唔成功，就要了解唔成功嘅原因，之後再申請。成功後就會喺登入後見到你轉台嘅號碼。而家就解答一啲轉台問題。基本上轉台時只要號碼仲用到，就可以轉到台。如果用上台計劃，係唔使通知電信商你要轉台。轉台成功就代表終止服務。一般嚟講，有月費單就係月費計劃，冇就可能係儲值卡，或者先用儲值卡申請。唔成功就填月費計劃再申請。轉台唔成功就可以再申請。最常見嘅係轉台號碼登記人錯咗，填返啱再申請就可以。入錢係唯一延長號碼有效期嘅方法，除咗增值外，買網上直接俾錢嘅產品都得。就算仲有服務計劃未用，或者立即買新計劃，卡有效期一過，所有服務同號碼都會冇咗。最安全補號方法係設定自動增值，只要金額係20蚊以上就得。而最多人用係一次過增值，最多可以延長2年有效期。如果唔想擺咁多錢喺戶口，就可以買產品，都一樣可以延長卡有效期。又到廣告時間，開卡後去獎賞入面輸入我嘅推薦碼，就有30日任用社交數據。最後介紹你試呢個現金回贈平台，經佢去網店買嘢就有回贈，冇會費，回贈仲可以轉到銀行，積少成多，不妨一試。